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抖音是中国短影片的社交软体，若小红书是中国网络购物甲社交的平台，全世界有真侪使用者拢真爱用，但是却一直传出着有治安的问题。咱的陆委会昨暝伫社群媒体来发文章提醒，讲这个抖音、小红书安全性的问题已经引起着国际的关切。顶个月佫传出，台湾有一个女子伫个小红书互三方来诈骗，但是小红书的母公司伫台湾并无来设联络的所在，所以正歹对查。无论是旅游、伪装，也是学投资，不少少年人拢爱用的小红册，即卖煞压出，敢若有治安问题。陆委会发文警告，国际高度关注 TikTok 和小红册自通安全，会危害到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。之前嘛传出有三方诈骗。姓陈的女子伫小红册顶管经营人民币代汇服务，严格说互诈骗集团注意到。有网友来买游戏点数，3500块人民币用小红册汇款成功。姓陈的女子掠准代买成功，严过加当工所发现银行的口座去互冻结，来做警示口座，才知影是三方诈骗。提醒民众切勿于公开的平台揭露自己的账户及个人资讯等资料。网络购物呢，务必选择具有第三方支付的审核平台交易才是比较安全的。定看的三方诈骗都是伫网络上分别假做买主甲卖主，被害人相信商品要卖，爱用口座汇款，等到买主汇款到卖主的口座了后，诈骗集团就当得到被害人卖主的物品。等到买主报警了后，买主也会互怀疑做诈骗集团。这款短影音的平台更加稳装着个人资料漏泄的问题。有专家讲 ，TikTok 会偷偷记录密码、信用卡等等的消息，内部软体会将资料回传到中国的监控，民众伫使用上也是爱特别细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